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仔是11月21日。提摩太前书5章1节到8节。毋通责备老人，就亲像劝老爸安尼甲伊劝，就亲像劝兄弟安尼劝少年人，就亲像款待老母安尼款待老妇人人，就亲像款待姊妹安尼。用完全纯洁的心款待少年的妇人人，就尊重真正无依偎的寡妇。寡妇有囝儿孙，这个囝儿孙就代身伫家己的家庭学习孝顺的本分。来报答因的是大人，因为这是上帝所欢喜的。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，只有仰望上帝，每日继续恳求祈祷。不过，车花的寡妇虽然得活，其实是死。你着从这下甲因教死，因才袂受责备。若有人无照顾亲情，特别是无照顾家己厝内的人，伊已经背叛信仰，无比信的人，比无信的人搁较害。保罗劝勉提摩太，对伫教会中间的老大人，爱伫遐有尊重，特别伫孤儿寡妇顶头，爱用疼来照顾。伫信仰的中间，爱有好的模样，伫遐无依偎的人中间，成做因的帮赞。因为安尼，才会下伫上帝爱咱去疼人的教示。咱是毋是也安尼去好款待伫咱四周围的人？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